你真係過分！你17M，你搭車係幾分03啦？你自己猛敲道門，你自己撳埋開埋道門，你有冇文化㗎你？油雞滷味，斬大嚿叉燒，報警啦！後面啲車收工啦！佢唔肯落車報警啦！咁啱摸證人擔梯咩？我尿，但使神功。做人斯文啲，你越粗魯，人哋越粗魯對待你啊！你，哎呀，又好痕添，採礦，我讀得書少，你哋唔好望住我。樂府 NPC 愛與和平。耶穌基督禱告訴你們，總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迫害你們的人禱告，這樣你們就能做你們天父耶和華的兒子了。